再来看望海航运的王春伦昨下晡伫印度洋航行的过程中，货柜爆炸，造成5个人受伤，有4个人失踪，其中是有2个台湾船员。意外发生，船长就是展开弃船的停驶，也毋过爆炸原因爱过来厘清。印度的媒体是指出讲，在货运清单内底，货柜是有危险的货物，这嘛爱个等货运公司的说明。外交部是表示讲，会继续来关心，卖甲印度方面来保持联络。 印度海岸防卫队透过防协的画面是翕到万海航运旗下503王春伦，伫大漠时间初九，在伫印度洋航行的途中是常常因为爆炸，造成大量浓烟一直冲出来，推测导火点有可能是货轮的货柜装运区。当地海岸防卫队紧急开始救援，但是传出有2个台湾籍的船员是同款失踪。我国驻孟买办事处在获悉之后，已于第一时间联系印度海巡队。 第4区总部已掌握状况，并且尽洽印方全力协助搜救。另外，也在9号的傍晚，加派船只以及飞机投入。 那相关的救援行动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。根据了解，这只王春伦是伫2005年10月落水，是一只4333标准规的中小型货柜轮，驶禁洋航线。5月底出发，6月初7对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驶走。本来暗算车10到印度的明马，结果车9煞伫印度西岸发生航行火灾。根据了解，船顶拢总有22个船员，有5个人轻重伤，拢是外国籍的。但是伫4个失踪名单内面， 有2个是台湾籍。印度媒体查现有的资料显示，讲货轮技术是有载高危险、关度较会磅的货物，但是嘛是要等货运公司回应说明。只要是危险品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温度啊、气候或者是海上的这些波浪、震动等等都有可能引起危险品所产生的燃烧或者是爆炸等这个现象，要特别的去随时观察整个货物的一个状况。万海公司初9发动信表示讲，和主管机关、保险公司来合作处理刷落来专员救助者的事项。外交部回应讲，会持续关注搜救进度，和印方有关单位来保持联络，全力维护台商和个人的人身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